綜合做化妝師咁多年，發現大部分人嘅肌膚問題就係面色暗沉同埋蠟黃啊！想望出嚟白啲，又搞到同條頸兩截色。想真正美白係必須內外夾擊先至最有效，因為基底入邊有色素、色斑、UV 斑，但肌膚面層又會蠟黃同埋暗沉，糖化同氧化都會令到皮膚暗啞。想由基底白出嚟，就要淡斑去黃一齊做。第一步，鮮露激白淡斑精華，呢支色斑轟炸機專門幫你轟走5大色斑色素，有獲獎成分 Manavoy， 醫美成分 Niacinamide， 再加上9種天然花果精華，有效淡斑美白，仲可以預防色斑，質地係好水潤，亦都好易吸收。對於我呢一種混乾皮再加敏感肌，對好多美白精華嘅刺激性都會比較大，但係呢一款絕對溫和，保濕力亦都好夠，連去韓國旅行我都要帶住佢啊！下一步，鮮露去黃精，專門擊去黃氣，絕對係蠟黃終結者啊！可以激活基底沉睡細胞，排走蠟黃，抗氧化、抗糖化，仲有醫美高端成分 EGF， 韓國醫美護膚都成日見到噶啦。入面嘅成分寡肽係皮膚嘅修復信號啊，分子超級細，所以咪吸收快咯，有效緊緻同埋抗老，日日用皮膚狀態 level up， 用完你會即時見到面色係提亮咗，嘴角暗沉用佢都掂啊，仲邊度使用咁多粉底啊？朝早用都得噶，上妝前用齊2支，幫個皮膚打個靚底。想終結色斑蠟黃，大家記住一定要用齊2支。想一次過做到內外真正美白，即刻去萬寧入貨，依家仲有限時優惠，萬寧鮮露貓同鮮露概念店都買到噶啦。